到非常大的苦。中华民国104年，6月底左右吧。所以有那个新北市啊，北部台湾北部新北市八里那边的八仙乐园呢，发生那个年轻人办彩色轰趴，女生都穿得太暴露了，穿比基尼泳装了，太阳的天气太热了。办那个彩色轰趴，喷那个彩色玉米粉，结果粉尘会容易闪燃爆炸呢，产生爆炸，然后又用二氧化碳的灭火器，用错了，应该用泡沫灭火器才对。所以那用那个不是工人的，是志工志工可能没有行前教育训练，遇到那个危急事故意外事件没有办法处理，要处理那个粉尘的产生的爆炸，要用泡沫灭火器，结果拿到了二氧化碳灭火器，造成更大的闪燃，更大的爆炸。哇，总加一加好像500人左右送到医院治疗。到昨天7月5号礼拜天知道说那个病危人数将近300个那么多还好有一些的意志力坚强，平常有运动的，能量肾气比较多的复原的比较快，拉除那个插管可以自主呼吸的。这之间很多医护人员呢牺牲休假了，牺牲那个身体的享受了，还从事救援的工作，真是很感人国际间日本人都要来帮忙台湾以前2011年民国100年3月1日3月11号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引发大海啸，产生了大灾难，然后台湾同胞很多都捐款救助日本人长荣海运张荣发先生也是一贯道了做前人了嘛，本来他的太太做前人了。他都帮助日本人非常的多，也是一种报恩长荣海运的发展过程也有受到日本的帮助。人知道感恩图报日本人也要来帮忙台湾。第五，信后世，相信死后的复活和审判，人在世间所作所为，到了后世都会受到真主的最后审判，好人进入天园，坏人打入火狱。我要亲近佛堂学道学真理戒杀盗淫妄救行善避免做那个淫乱的事情才不会遭到天地灾杀报，天地大自然间的灾难的毁灭。所以人要配合天地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儒家的教义就是交代要效法伟大的大人，有大德者的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不能违逆天地，与日月合其明你配合大自然不能乱来与四时四季春夏秋冬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就不能反大妄为的邪淫公开邪淫都不可以会遭到天地灾杀报。还有天灾也是人类的愚痴造成的，这个人祸也很可怕，所以要有信真主信天经信圣人信后世，就是要信因果这样才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就教人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要净化自己的念头、想法、看法、做法、说法等等，
这就是诸佛所教导我们的啦。第六，信前定，伊斯兰的前定并非宿命论，真主大能可预知未来，亦能因应人的善举和祈祷改变未来。第四，伊斯兰的5项基本功课，念礼斋课草。念有口字旁以前念书念都没有口字旁，那佛教讲说念佛念也是没有口字旁，这里的念有口字旁。念礼斋课草为伊斯兰教包的5种必须功课。一、念功，阿拉伯语的意义原意为正词，既然是正词，应该有口字旁的念。念我作证，万物归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差。穆罕默德是创立回教的教主，是真主所差钦差你看就像皇帝派的大臣叫钦差大人，钦差大臣，穆罕默德是真主所钦差的你看。这是伊斯兰教包最重要的信念，应铭记在心。这是念功，要念什么？我作证，万物归主，唯有真主，只有真主阿拉。穆罕默德是主所钦差来到人世间教化众生的圣人。我作证，万物归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钦差。二、礼功，每日朝下麦加天皇。麦加呢，天皇，一个方方正正的大佬。那礼5欢拜，拜5次5欢礼拜时间如下：晨礼，东方发亮至日出前，就黎明那个时候也要拜。祥礼，日字旁一个向，祥礼。日偏中天至偏西，日偏中天至偏西。那祥礼的中午那个时候呢，他来布礼，日字旁一个胡，布礼，日偏西至日落前，黄昏那个时候呢，婚礼日落至晚霞消失。不对，布礼是傍晚嘛，布礼是快要日落之前布礼是快要日落之前再来婚礼是日落到晚霞消失。这个婚不是结婚的婚呢，是黄昏的婚。婚礼是日落到晚霞消失，然后宵礼，晚霞消失至次日黎明。晚霞消失都已经暗了嘛天暗了到隔天黎明之间要宵礼，宵夜的宵礼。晨礼，礼拜，向麦加天皇礼拜。祥礼，中午那个时候。布礼，傍晚之前。婚礼，傍晚有彩霞晚霞那个时候。宵礼，就是那个天暗的时期，晚霞消失到次日黎明之前。宵礼，宵夜的宵。第三，斋宫，依历回历，每年9月拉玛丹月，整封斋1个月，每天至东方发亮前至日没时刻，均都不吃不喝不行房事，不可以做男女交合的事的。你看，以锻炼人的意志力和耐力的，哇，真不简单呢。整个月的呢，4个礼拜呢，都不可以男女交合呢，不能碰女人呢。你看，真不简单呢，锻炼人的意志力、耐力的。回教徒就有做这种修炼呢，还不吃不喝嘞。佛教徒一贯道亲修炼的时候要吃素回教徒的整个月不吃不喝白天不吃不喝那印尼回教徒的做看护的怎么有体力可以照顾病人呢？真不简单呢。要锻炼人的意志力、耐力的意志力跟耐力真不简单了整1个月的修炼。第四，课功课。
早课晚课那个课工，这是一种平均财富了。这里的课是课税的课，回教徒的课。那你在课场那个武功那个课是课税的课，是一种平均财富。还晓得要平均财富也这叫佛教修炼了六合敬，那个利和同均呢，供养要平等，利和同均的供养要平均呢，平等分享。你看平均财富的社会制度了好棒啊！其穆斯林结算一年，除了生活费开销外，所盈余的钱财要按照 2.5%， 所盈余的钱财要按照 2.5% 来纳课税施赠要赠送给贫困的教胞呢，发扬乐善好施，消除贫富差距，以达大同世界的理想。哇，回教徒也不简单呢。第五，朝公，信仰坚定，心智正常，身体健康，家计无虞的成年穆斯林，他一生必须要前往麦加天皇朝觐一次，一生要朝觐一次。那天皇就是一个四方正的大的建筑物，做得很漂亮。看那个照片哇，旁边的人山人海耶，这是一种回教徒武功里面的朝公佛教徒有朝山朝山拜圣，朝山朝圣的礼拜三步一跪拜回教徒是朝公这是要前往麦加天皇。麦加是圣地，回教圣地，在阿拉伯半岛里面西岸那边找麦加圣地的天皇，有一栋那个方形的建筑物，那边去朝觐，好像觐见上帝一样，朝觐一次。五，伊斯兰的二大节及圣祭，一开斋节，伊历10月1日，回历的10月1日，穆斯林封完伊历9月整个月的斋，其身心历经洗炼，通过考验，恢复正常生活，内心自然愉悦，故在开斋节当天像欢度新年一般，全家穿着整洁，齐至一齐到清真寺聆听教义并互道平安。一贯到清也是大年初一也要到神元三庄义和圣堂到各地的总坛各教堂各佛堂礼拜新春礼拜团拜然后听前人的教诲有的还要办法会还要听教义你看回教徒都还要到清真寺还要听教义互道平安呢，他们是全家都要去的呢。他不离佛堂嘛他不离善知识嘛，他不离经典这是很重要的保障修行成功的呢重要方法，这先佛交代的第二，忠孝节，或亦称牺牲节，伊历12月10日纪念圣人伊布拉辛通过真主的考验，准以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的献祭，本来献人的改成献羊的其为主道奋斗牺牲的精神，就叫忠孝节。要成道也是要尽忠尽孝，尽大忠尽大孝，为天下苍生孝老服务，为老母娘救度众生收圆的使命而宗教参访。台中清真寺。